多谢雨娜来看台南的消息。台南会赢这个先天上帝北极殿庙前有一个这个公园，庙方人员伫边这个水底啊是发现有大型肉食鱼啊，这款鱼啊有可能破坏原有的生态。庙方人员呼吁信众，若弃养还是放生，一定要找适合的所在。 伫咧会赢先天上帝庙进前，因为要将武生温公园的水池啊抽好干，来清内底落寡糜。伫咧河池内底久含大海时，河着身长超150公分长、60大斤重的大尾鱼啊。这种鱼啊是外来种的淡水黏沙。那还有吊车嘛哈，那捞上来发现有3条比较大的鱼啊哈。庙方就讲，未来敢会留下服侍先天上帝久含大海。 出来就让民众家己活动起。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拜托各位信众或者是民众如果你有要丢弃的鱼要考虑选择对的地点了哈。庙方讲，因为外来鱼啊会破坏生态，所以想要呼吁民众，若是想要放生外来鱼种，爱找适合所在放生，这要互池内底原本饲的鱼种含菇愈来愈少。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